數據係全球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推動創新嘅首要前提同基礎。有見香港同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需求殷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喺2023年6月29日同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簽訂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嘅合作備忘錄，簡稱合作備忘錄。呢項政策突破以數據跨境流動發展數字經濟，同時推動保護個人私隱同數據安全。喺呢個合作備忘錄嘅框架基礎上，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喺2023年12月13日共同發布《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便利措施》，簡稱大灣區標準合同便利措施。呢個措施致力於推動大灣區個人信息跨境安全有序流動，為兩地民眾提供更多跨境服務，以便民利商。大灣區標準合同便利措施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共同制定，並由廣東省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同數字政策辦公室負責具體執行。數字政策辦公室通過行政安排執行喺香港有關嘅便利措施。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亦參與咗制定大灣區標準合同，並提供專業法律意見，確保採用大灣區標準合同喺大灣區跨境轉移個人資料時，符合私隱條例下嘅相關規定。大灣區標準合同便利措施屬自願性質參與，旨在簡化相關嘅合規安排。大灣區標準合同係一份商業合同，並非強制性法例要求或規定。呢個合同明確規範合同雙方喺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嘅責任同義務，使位於或註冊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同香港內嘅個人同組織可以使用同一嘅合同範本簽署合同。大灣區標準合同嘅適用範圍包括組織同個人，有關組織或個人應註冊或位於大灣區的9個內地城市或香港特別行政區。大灣區嘅9個內地城市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個人信息處理者喺跨境提供個人信息前，應當按照個人信息處理者屬地法律法規要求，告知個人信息主體或者取得個人信息主體同意。需要注意嘅係，大灣區標準合同內嘅個人信息處理者同接收方喺大灣區同香港之間進行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時，不得將呢啲個人信息再提供俾粵港澳大灣區以外嘅組織或個人。喺公布大灣區標準合同之前，常用嘅內地個人信息出境規範係國家網信辦發布嘅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辦法。呢個辦法規定個人信息跨境流動需符合以下條件，包括向境外提供個人信息總數不滿100萬人及向境外提供敏感個人信息不滿1萬人等。通過便利措施，個人信息處理者跨境流動個人信息嘅數量限制得到豁免。同時，大灣區標準合同亦簡化咗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 PIA 嘅重點評估內容，由6項減至3項，以及縮短備案嘅流程。備案文件查驗由15個工作日縮短至10個工作日。就有關開展個人信息保護影響評估 PIA 方面，重點評估內容要求嘅呢3項評估包括： 1. 處理個人信息嘅目的、方式等嘅合法性、正當性、必要性； 2. 對個人信息主體權益嘅影響同安全風險； 3. 接收方承諾承擔嘅義務、履行義務嘅管理同技術措施、能力等，以及能否保障跨境提供嘅個人信息嘅安全。簡單而言，採用大灣區標準合同嘅個人信息處理者，無需就大灣區嘅政策同法規進行相關評估。我哋喺數字政策辦公室網站裏面設立咗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專題網頁，歡迎瀏覽我哋嘅專題網頁。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gba.scc@digitalpolicy.gov.hk。多謝收睇。